时代咧进步，现代嘅通讯设备无稀罕啊。不过即马伫印度有一间警察局，也是坚持用粉胶啊来送批。啊，那这粉胶啊，伫通讯未通的时，也是灾难发生的时，就真重要。不过要饲这胶啊，收费是真上重，所以有官员要求讲爱改善。不过引起民众不满甲抗议，认为传统爱保留。信号一出，百外只粉胶啊，规定摆入来。印度东部的奥迪萨邦警局当咧训练粉胶啊传达消息的机能。虽然智慧型手机普及，即时通讯软体已经成做现代人的主要联络工具，连实体批信嘛当作是老古董。不过，即代的警察当咧认真拍拼，要来保存飞鸽传书的这个古早传统。We have it since 1946. And this service was basically used for communicating from one station to another station. मैसेज कबूतर के पैर में हम मैसेज जो कैप्सूल है इसमें डाल के इसका पैर में बांध के छोड़ देते हैं। 印度警察对北发挥真大的作用。伫1982年做大水和1999年超级风台期间，当时所有通讯设备因为天灾无信号，奥迪萨邦警局就捌用粉胶伫偏远地区的车头之间互相传达消息。而且，佫会当和四界奔波的警察部队保持联络。训练新鸟爱伫因拄5礼拜到6礼拜大时阵就开始，先伫焦土附近做底站训练，过来逐工增加3公里的飞行，上会当1点钟55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805公里。虽然奥迪萨邦性cấp队的服務已經伫2008年3月底停止，因同款會伫儀式獻身，成做一個標誌。I would still say today that Orissa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officially, there are private pigeon, keepers who do it. Officially, under government sanction, with the police, we have an organization where the pigeons are used, kep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unique. 因為警察隊即馬看做已經過時，成本佫傷懸，真侪政府官員認為飼粉鳥是在浪費資源，要求停止服務，卻受到民間的抗議。對着這款的傳統。奧迪薩邦警局講，警察隊有重要文化價值，希望後代的子孫攏會當繼續傳承落去。公視新聞，新樂培編譯。